女神李子晴喺處境戲嘅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邊，因為飾演二拎一角而深入民心。佢又憑住姣好嘅外貌同埋甜美嘅笑容圈粉無數啊！參與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之後，更加係人氣急升添。雖然最終佢冇配對成功，但係佢從中已經學會咗點樣獨立，同埋識得更加欣賞自己，亦都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，可以話係收穫滿滿啊！而 Step 平時都好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嘅靚相，通常都會呈現出清新充滿仙氣嘅感覺嘅。但係近日佢喺社交平台就晒出咗一輯全新造型亮相嘅寫真，身穿牛仔脫 top 同埋牛仔長褲嘅佢，既甜美又有啲酷。Steph 更加留言寫話，今次係第一次嘗試呢一個風格 ，sweet 之餘亦都有啲型格。佢仲問大家中意佢邊個樣多啲添，而相中嘅佢罕有地不拘言笑，仲不斷咁樣對住鏡頭擺出型格嘅 pose， 亦都展現出佢嘅多變性，令到粉絲相當驚喜啊！更加有人留言表示，平時睇慣佢笑，指佢今次好酷。而 Steph 亦都隨即回應，自爆當日要靠人不停咁樣鼓勵拍攝先能夠完成，因為佢總係忍唔到笑，所以話開心嘅性格真係唔易改㗎。